自古人生誰無死啊，就係佢講㗎啦。文天祥啊，正氣浩然啊，文天祥啊，呢度中咗第一甲啦，跟住就中狀元啦呢度。出兵，呢度有冇似啲劉德華咧？呢度就過零丁洋啦，咁啊彎緊咗啦，俾人捉埋，咁啊去到閘波都冧埋，崖門失晒啊！跟住佢首詩啊，俾人莫東再嚟寫好啊嘛！人生自古誰無死啊，係嘛？留取丹心照汗青啊！最後嗰段，咁啊睇完啦，值得一睇喺度，幾好啊！文天祥嘅一生啊，記載佢啊。嗱喺度啊，香港文士嘅宗親會啊，即係姓文嘅後人都送咗對獅子嚟呢度捐贈。